三里宝川伊的终身大事已经有了下落咯。上爷，要无你是将宝川许配予什么人是？嘿，夫人，三里伊的终身大事，若无伊本人的同意，老夫要哪会讲随便将伊甲嫁出门去呢？宝川，皇上一日听说你将请太医归中，伊便就降下圣旨，赐你八户乱嫁，以及一品官报，也有一粒的彩球。要互你仿效前条温婉动的故事去抛球就亲。兄爷为父。拜见大夫。先生，免礼免礼。哈哈哈。王后，在，你赶紧到后堂去请出夫人以及3位小姐来。是。大夫，看你今日这么真欢喜，是有甚物喜事咧？无毋对。现在有一件喜事降临咱王家，不但是平常的喜事，而且是天大的喜事临门呐！这件喜事不但会当个光耀咱王家的文威，而且可以传为千古的佳话啊！拜见大表。惊赛唔免。拜见大亲。礼仪，免礼免礼免礼。上爷，爸你今仔日叫阮母囝出来，是有甚物要紧的代志是？夫人啊，三里宝川伊的终身大事已经有了下落咯。上爷，要无你是将宝川许配予什么人是？嘿，夫人，三里伊的终身大事，若无伊本人的同意，老夫要哪会讲随便将伊甲嫁出门去呢？宝川，皇上一日听说你将请太医归中，伊便就降下圣旨，赐你八户乱嫁，以及一品官报，也有一粒的彩球。要互你仿效前条温婉动的故事去抛球就亲。宝川，以往为夫凡是提起招亲的代志，你便就提衫做事。这一摆，大概你再也唔敢拒绝啦，吼。爹，既有圣旨，女儿若有天大的胆量，嘛唔敢违逆。恭喜大夫，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！这真该是天阴好动。爹，我甲大姊只是将媒妁之言就成婚啊，即摆话阮三妹阁遐尔啊风光，安尼敢袂伤过偏心？连川啊！你这个查某囡仔，什么代志都这么熬计较，互你家在这是拢无外人伫的，伊若无，毋着搁互人踢笑啊！阿爹，采老救亲，全凭天意。
所以女儿的终身大事，也是全凭彩球落下为定。接球的人，无管为父为民，为官为民，一旦抛中，就不能更改。唔知爹亲意思如何？这当然，你想为父敢会含这样捌心？为父乃朝廷堂堂的宰相，你也太看小为父了。女儿唔敢。魏元帅，在。我府就命你去监督工部的官员高大采劳，一定限在2月初1的进程完工，不得违误。是。地咧无用咧啰嗦啥？妈呀，大爷，我已经规工拢无食物件，你嘛做一个好心嘞，淡薄仔来分的啦。分啥？臭气只，吃你啊啦！好心的啦，去咯！拜托。创伤的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啦？来问者，你何必千里？哦，你要爱知啊？好啦，甲你讲啦，王丞相吼，王子啊，踮在这个所在咧起彩楼啊，2月初1迎接第35囝，咧抛绣球招亲，安尼你听有？我听着是。恁这个工人，我就知啊，哦，你小来应做工哦，你看，遮多人咧做，已经无啊啦，无欠人啊，你答，好。小姐，孙啊，你找有迄个相公无？无啦，迄个作文老师伫咧讲，讲迄个四相公哦，人早就搬走啊呢。小姐，你敢真正要将迄个绣球抛予迄个人哦？若无，我哪着命你去找伊。我想吼，迄个四相公绝对袂遐尼紧，就离开这个长安。规定吼，即摆离2月初2，还阁有足长的时间嘛。我对明仔载开始，我就来去找，
逐工在找，我相信有一天一定我找到的。但愿上苍庇佑，定如我所愿。